热天要到啊，上惊断水阁失电。台电昨暗是伫咧高雄的仁武区施工，煞是乌破自来水沟，地区逐工漏水，差不多是漏1万吨左右。有风声讲，若要修理，就要停水5天，有50万户会受影响。自来水公司表示，会用影响详细方式来修理，若漏掉即寡水，会甲台电讨赔偿。雨水一直对工地围里流出来，路边的排水沟水位也一直关起来。台电正伫高雄仁武区仁林路这个工地进行高压电地下化推广的工程，去一架大铁土卡，口径200公分的自来水管乌破，造成水大量流出来。台电正按每工漏水量大约1万吨，救援继续外漏。应该是属于自来水管，有稍微碰触就是可能是有稍微的裂缝所以说水就跑出来了。水管的口径伤大，若要维修，听讲要停水5天，上悬可能影响50万户，包含科学涵盖南仔溪、大社、主管，也有桥头、北投这些所在，也有附近的店头是真烦恼。我们怎么储水？我们里面上面有2个水厂，我们只能存2天而已啊！你如果到这3天，我们势必一定要电修啊！他说找方法储水啊，5天呢？对啊，5天太……我们民生用水都没办法储了，你叫我们做饮料业要储水。流出来水量每工大约是1万吨，若是以水利署上新公布去年每一个人每工生活用水量287公升来算，一工流掉的水大约是34800人的每工生活用水量。县长甲桃园、新竹县市、苗栗台中市市长水情的提醒，其他是正常。也过南部主要供水的詹姆水库脱水率也无到40%，市府也甲台电自来水公司密集会议来参详因应的办法。那整个影响范围要看今天的所有管线的临时管的布设，然后才能够确定未来影响的整个范围。所以我们后续会积极来去协助这一件案子。自来水公司回应，全供水无受影响，会影响民众上少的方式来评估后续修复。真正需要停水的公告时间甲范围，也有停水的天数，也有范围也伫讨论。原来这摆加工线乌破所流出来水费，会向台电的要求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